如果你減緊肥食呢個溏心蛋，我包保你唔單止越減越快，仲要減越開心啊！大家好，我係腐乳，今日我哋將烚蛋變做上等料理。煮蛋嘅第一個重點係要知道呢隻蛋嘅 size， 呢個74g 係最大嘅 size， 所以室溫蛋要煮6分半鐘，然後先浸冰水。至於其他尺寸，其實上網就可以揾到 exactly 要煮幾耐。首先我哋會整拉麵蛋嘅汁，主要係堅魚、豉油同埋糖。詳細嘅食譜我會寫喺下面。嚟緊我會拍一連串嘅健康餐系列，唔想錯過嘅記住 follow 我啦。將啲糖煮溶就可以將個汁攤凍，之後準備麻藥蛋嘅汁、蒜頭、辣椒、洋葱切碎，咁就可以擺開備用。大家如果有啲咩減肥好想食到嘅嘢，可以 comment 話我知，我幫你將佢變做健康餐。最後就係準備1:1嘅豉油同埋熟水，將啱啱嘅材料倒埋晒一齊，之後再加麻油、糖同埋烘香咗嘅芝麻。其實我覺得芝麻加唔加都冇所謂，因為個味冇乜話特別出，但係糖就必須要加。千祈唔好見到好多糖所以驚咗，其實糖喺呢個角色主要係攞嚟調味。如果唔落糖，個汁會超級鹹。實際吸收到落隻蛋嘅糖係超級少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話因為好多糖所以怕肥。食溏心蛋主要計翻蛋嘅卡路里，咁就 OK 噶啦。唯一要留意嘅係呢啲醃製蛋比較鹹，所以食得多好容易水腫，所以要注意食嘅分量。話咁快寂寂無期嘅烚蛋已經華麗轉身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減肥仲可以食啲咩嘅話，記住 follow 我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